99% 嘅人都唔知，賺錢係靠機會，使錢係靠智慧，留財咧實質係靠福德。說得好，我實在太崇拜你了。可以超越先天規劃嘅人咧，或者係有嘅，但係嗰啲畢竟都係芸芸眾生之中咧，係屈指可數嘅。每一個人嘅上限不一，下限亦都同你。高命格嘅人咧，其實總係有嘢咧，給佢喺下限嗰度托底。所以如果一味同他人爭強鬥勝，豈不是愚蠢？所以努力喺自己嘅先天劇本裏邊尋找延展性同埋方法，超常發揮呢個先至係智者。所謂出世難入世苦，做人做事唔可以不認真，又唔可以太認真。時間之道的確係甚難把握啊！所以咧，真經其實唔喺西天，而喺路途。佛祖唔係如來，而係覺醒嘅自我。而嗰啲成群結隊嘅妖精咧，就係每一個人心中滋長出嚟嘅慾望同埋執念，喺尋找自我、明心見性、破迷開悟嘅過程裏邊，唔理呢一路幾咁艱辛、幾咁險阻，只要你係一路喺度變好變強，咁就得啦。願你付出甘之如飴，所得歸於歡喜。